每日都要忙住返工嘅你，係咪都被眼前成堆嘅紙本名冊同埋勁多唔同版本嘅歷史資料搞到唞唔到氣，甚至仲要擔心文件會唔會唔小心俾人偷或者外泄？iColite 文件管理系統就係你嘅最強救星，由直覺嘅 drag and drop、跨部門虛擬協作到嚴謹嘅權限防護同埋彈性嘅 workflow， 全面升級你嘅智慧辦公體驗。iColite 將最核心嘅集中式資料庫、智慧工作流程、版本控管同埋企業級合規性，全部整合喺一個 web app 入面，用最精簡嘅架構搞掂最複雜嘅管理痛點。而家等我哋即刻睇下實際嘅使用情景啦。跟住 Grace 賴雅婷嘅視角，睇下佢點樣用呢套系統嚟管理咁多嘅 form 同文件。開 web browser 入去 iColite 嘅登入頁面，打返個人帳號同密碼登入系統。首先我哋見到嘅係 dashboard 界面，呢度有同事最近 upload 嘅文件，而呢度就可以睇到一啲重要嘅信息通知。跟住落嚟撳上面嘅文件 tab， 入去系統嘅 folder 儲存空間，然後撳開教務處 folder， 呢個就係教務處同事專屬嘅業務文件工作區。依家雅婷手頭上啱啱好有一份學習表，透過 iColite 嘅直覺操作，直接 drag and drop 個 file 就可以輕鬆 upload。跟住系統會自動彈出文件屬性嘅 window 俾我哋填寫文件資料。首先將文件類型揀做學習表，再跟住份表嘅內容逐個填好相關欄位資料，咁樣就搞掂保存啦。文件存好之後，我哋隨時都可以喺系統直接 preview 呢份表。同時大家可以睇下右邊，系統完完整整保留咗呢份文件嘅詳細資料，連埋頭先填嘅資訊，隨時睇都一目了然。透過呢啲結構化嘅欄位管理，我哋終於將平時亂糟糟嘅檔案整理得齊齊整整。跟住落嚟，等我哋睇下核心嘅協作功能，注解工具列。第一個係 redaction， 針對表格入面有個人私隱或者機密嘅資料，我哋只要輕輕一拉就可以直接遮住做防護。接住係 highlight， 用嚟 mark 實重點。如果想同同事溝通，可以用便利貼功能，直接貼喺文件上面留言。另外，如果需要正式批閱，我哋都可以用自選圖章嚟模擬平時吸引嘅效果。最正嘅係呢啲 annotation 完全唔會整花或者破壞到原本個檔案，既保護到原稿嘅安全，又大大提升咗跨部門嘅協作效率。咁如果其他同事登入去睇呢份學習表，會見到啲咩呢？畫面轉咗之後，大家可以見到 Grace 啱啱加嘅 redaction 同黃色便利貼已經即時顯示喺文件上面啦。不過學習表成日都要 update 或者修改，如果遇到版本更新，iColite又會點搞呢？我哋繼續睇落去。頭先 Grace 保存嘅學習表，依家因為學生畢業有咗更新，出咗份最新版本。我哋返去 Grace 嘅教務處 folder， 將更新咗嘅表格直接拖入去。你睇個系統真係好醒，佢 check 到個 file 名重複咗之後，會即刻彈個 prompt 出嚟，問你想 save 做主版本定係次版本。同時你仲可以喺下面打返今次嘅更新 remark， 方便日後隨時跟進。跟住同樣會入到文件屬性設定，呢度好貼心嘅地方係上一版已經填好嘅欄位資料，系統全部都會幫你 keep 住，你只需要改有變動嘅部分就得。upload 完之後，系統會自動將最新版本 set 做預設。但如果你想睇返舊版，隨時撳開右上角嘅 drop down menu， 就可以一鍵 switch， 輕鬆掌握文件嘅所有修改歷史。檔案搞掂之後，如果遇到學生申請查閱，直接撳呢個共用掣就得。畫面彈出共用設定嘅 window 之後，我哋喺下面 set 返個連結失效日期。
揀好日子之後，呢個 share link 就會喺嗰日嘅凌晨12點自動失效，完全唔使驚個檔案會俾人無限期流出。日期 set 好之後，撳一下建立分享連結就搞掂，跟住直接 copy 呢條 link 就可以 send 俾學生。你睇學生一 click 開就會見到呢個畫面，直接喺瀏覽器上面就睇到，係咪勁方便呢？另外，如果係比較荒蕪嘅場合，亦都可以轉用郵件通知模式。只要喺度入好學生嘅 email subject 同內容，撳一下寄出，系統就會自動幫我哋將呢條 link send 俾對方。唔單止有發送記錄，而且睇落好專業。咁樣一嚟就再都唔使驚個 file 太大 send 唔出，或者出現資料外泄嘅資安風險啦。除咗歸檔功能之外，Decolite 仲內置咗超好用嘅論壇功能，等各部門處理內部公告同交辦事項嗰陣輕鬆好多。好似教務處黃主任出咗個內部 announcement， 我哋只要 click 入去，直接喺下面覆句收到個 message， 就即刻同步俾晒所有相關同事，溝通效率真係高好多。又或者好似每星期 update 嘅組會名單咁，老師隨時都可以直接喺度睇同交流。最正嘅係，只要撳落論壇入面條專屬 link， 系統就會直接跳去對應嘅名單 file， 完全唔使嘥時間慢慢查。將公告、交流、討論同埋文件檔案全部 integrate 埋一齊，真係幫大家慳咗勁多溝通成本，重要信息亦都更加容易 track 住，唔驚會 miss 咗啦。接住落嚟，等我哋睇下 Decolite 嘅資安管理核心權限控管系統，會針對唔同嘅職位行好嚴格嘅權限隔離機制。大家請睇畫面上面嘅4個視角。左上角嘅校長 Danny 有齊所有 full access， 可以睇晒全部 folder。右上角總務處嘅 Alex 就淨係開到總務相關嘅資料。左下角教務處嘅 Grace 權限亦都只限於教務相關嘅內容。至於右下角出納組嘅 Peggy 就淨係獲授權去睇財務報表類嘅檔案。同時，佢哋每個人亦都可以睇到同用到共用資料夾入面嘅檔案。透過呢種精準嘅層級分配，確保每位同事淨係接觸到自己職責範圍內嘅資料。咁樣唔單止有效防止學校機密外泄，仲可以令到個界面乾淨利落，真正做到職責分明、資安無虞嘅價值。依家我哋實際 demo 一下，主管點樣可以好 flexible 咁去管權限。首先用教務主任 Jason 嘅賬號登入，佢將教務處資料夾嘅權限 share 俾總務處嘅 Arthur 老師，仲 set 做 viewer。呢個時候大家可以見到 folder 入面嘅檔案全部都會自動 inherit， 上層嘅設定擁有相同嘅 access 權限。跟住切換去 Arthur 嘅視角，你會發現除咗原本嘅總務 folder 之外，佢亦都順利見到教務處 folder 啦。入到去之後， Arthur 雖然可以睇到文件，但因為權限限制，佢係改唔到嘢，亦都加唔到 annotation 或 comment 嘅。如果想調整存取範圍，我哋翻去 Jason 嘅視角，嚟到教務處 folder， 單獨將嗰份表上面 Arthur 嘅 viewer 權限劇走。當我哋再切換翻去 Arthur 嘅賬號，雖然佢仲見到個 folder， 但係撳入去之後，嗰份表已經自動 hide 咗，對佢嚟講已經睇唔到啦。透過呢種由資料夾到個別檔案層級嘅細緻化管理，管理者可以確保每一份機密文件都穩陣掌握喺啱嘅人手上面。唔單止喺權限同資安上面層層把關， Decolite 仲可以將學校內部嘅行政流程變做高效嘅自動工作流。依家我哋以教務處嘅 Grace 做例子，嚟示範下 Decolite 嘅自動化工作流。首先，我哋嚟到電子表單界面，撳教務資產購置申請表後面嘅開啟掣，跟住順序填好資產採購嘅相關欄位，之後撳 Submit， 張 form 就會自動 generate 兼 save 喺指定嘅路徑入面。跟住我哋去嗰個儲存路徑開返個 file，撳文件操作入面嘅啟動工作流程，喺 Workflow 清單度揀教務資產購置申請，然後撳啟動。
畫面上面出嘅 link 可以直接跳去頭先個文件 preview 界面。Grace 直接透過預覽界面嘅注解功能喺文件上面吸返自己個專屬電子章。搞掂之後，佢返去工作流程界面 upload 埋想買嘅設備規格書做附件，再 assign 教務主任 Jason 做下一階段嘅經辦人。一送出，系統就會即時出 notification， 自動 trigger Jason 嘅審批程序。跟住睇教務主任 Jason 嘅視覺 ，Jason 登入系統之後，好快就會喺提醒欄度收到呢單代辦通知。佢經由 Workflow 頁面條 link， 好快淡 check 完個 file， 再用注解功能喺張 form 嘅指定位吸返個電子章。確認冇問題之後 ，Jason 返去工作流程頁面揀核准，再 pass 俾總務處嘅 Arthur 老師做下一階段簽核。系統喺 Jason 送出嘅同時，就會自動推動個流程，兼且即時 notify Arthur 接手。接下來嚟到總務處 Arthur 嘅審核階段。同頭先一樣 ，Arthur 經由條 link 入去界面 check 嘢，為咗確保筆費用合乎規範，佢會好仔細淡睇張 form 同規格表，確認冇問題之後，同樣喺上面吸返個總務處嘅電子章。approve 完之後 ，Arthur 將下一階段嘅通知 pass 俾 Finance 嘅 Peggy， 等 Finance 掌握呢筆採購開支，系統亦會自動出通知叫 Peggy 接手。跟住轉去 Finance Peggy 嘅視覺，佢經條 link 好快開返張申請表，確認同 mark 低要出嘅金額之後，吸返個 Finance 電子章表示知悉兼且入咗帳，跟住再 pass 返個流程俾總務處嘅 Arthur 做最後處理，最後再度返到總務處 Arthur 嘅視覺，做完最後 review 之後 ，Arthur 揀核准並歸檔，為呢份文件留低清晰嘅完整記錄。隨住成個流程正式完結，系統會自動將呢份過咗幾重簽批、吸齊各級電子章嘅完整文件，自動 save 去指定嘅 folder。以後無論幾時需要繞翻出嚟，都可以隨時 check 翻呢份有齊完整 audit trail 同 timestamp 嘅憑證。由最 basic 嘅檔案歸檔同屬性設定，到進階嘅版本管理、注解討論同埋論壇互動，再加上嚴密嘅權限架構同埋自動化 workflow 嘅強大支援，Dacoli完美整合咗協作所需嘅各項核心模組。我哋唔單止係提供一個 storage 空間，更加係為你嘅團隊打造一套安全、高效、透明嘅資產管理系統，告別繁瑣流程，等 Dacoli成為校務數位轉型嘅最強後盾。掌握 Dacoli， 等團隊辦公效率全面升級。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